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大甲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飘得到歌精流，开刀来换歌。伊第二个后生颜仁贤捐出着2/3的歌予老爸，手术是这个顺利完成。讲颜清飘做完手术精神的第一件代志，就是问后生的状况，爸囝情深。伫咧做手术的前1礼拜，颜清飘阁特别到婚林西的福兴宫来拜拜。 食饭的时阵拢无啉酒，大家拢看袂出来伊有啥物无共款。尾也知影伊来做手术，福兴宫阁特别点平安灯为颜清飘来祈福。5月7日下晡点外，颜清飘来到西螺福兴宫拜拜。伊伫妈祖进前甲喙罨摕落来，手提清香，和妈祖讲话差不多1分钟外的时间。 这一有奖，拢咧关心咱大家嘛绕境的代志。啊，因专工去落来，才来西里做东啊，请这有奖，唔知影伊遮紧。什么后礼拜就随机手术。颜清飘5月13进行换肝的手术，伊伫手术前1礼拜落南去婚林西里，含足侪间宫庙人食饭，但是对伊要开刀这代志，完全拢无讲。手术了后第一件代志嘛是问捐肝予伊的第二个后生颜仁贤。 哥哥在昨天已经这个住到一般病房了。探视的时候只能透过这个视讯的画面哦，所以也没有办法跟他这个聊天。颜清飘原本是海量足够啉酒的，但是9年前肝脏出现问题了，伊就唔敢啉啊。就算是含人食饭嘛是共款。前一阵又搁为着妈祖出巡延期，伤过操劳，到福兴宫去拜拜的时阵，庙方就注意到，敢若看起来真忝。 听到颜清飘开刀，庙方马上就点2个平安灯，祝福颜清飘爸仔囝会当早日康复。